너 이거 뭐야? 자퇴 사유 이거 뭐냐고? 학교 폭력이요. 그리고 선생님은 방관하셨고. 입 안 다물어 이게 친구끼리 한 대 때리고 그럴 수도 있는 거고. 韓國嘅校園暴力有幾嚴重？睇下《黑暗榮耀》就知啦。今年9月16號，韓國教育部有調查顯示，韓國小學4年級去到高中3年級嘅學生入邊，有2.5%嘅學生表示曾經遭受校園暴力，較舊年上升0.4個百分點，創歷史新高。呢條片係由沙格米安全套贊助播出。喺2023年4月，韓國政府通過跟隨校園霸凌綜合對策，內容包括將施暴者受到嘅處罰記錄喺學生檔案入面保留至高中畢業之後4年，亦都規定喺2026學年開始，韓國所有大學喺招生嘅時候都必須要將考生嘅校園暴力記錄納入考量。轉眼間就嚟到2026年啦。據韓國媒體報導，今年韓國10間國立頂尖大學嘅招生入邊，就有6間拒收有校園暴力記錄嘅申請者，一共有45人被拒收。當中首爾大學拒收2個人，慶北大學拒收22個人。佢哋唔只係普通嘅考生，仲有藝術、體育等等嘅優秀學生，即係有特別才能喺招生入邊有優勢嘅學生。而京仁教育大學、首爾教育大學等師範院校仲嚴，更加計劃出年起有校園暴力記錄嘅人，不論犯嘅事係輕定重，都一律唔收。其他師範院校就計劃對受到較輕處罰嘅申請者扣分，但由於扣除好多分，申請者都係幾乎唔會收㗎啦。到底扣分制度係點計嘅呢？韓國校園霸凌對策審議委員會會對施暴者嘅處罰措施按嚴重程度分為9級，從1級嘅書面道歉去到9級嘅踢出校，6級停課或者以上嘅處罰必須記入學生檔案。一眾網民都對呢個扣分制表示讚賞。人品確實比成績重要，做得好好，品行唔好嘅學生讀得再高，都淨係俾佢哋更多危害社會嘅機會。德政，霸凌者該受到處罰，而唔係拍拍屁股繼續快樂過生活。其實香港嘅校園欺凌問題同樣嚴重。今年3月，網上就流傳2條聖保羅書院學生打交嘅片，出片嘅人要求學校正視欺凌問題。喺9月就再流出一個男學生俾4個同學喺後樓梯刮同埋鬧嘅片，期間個男仔最少被刮8巴。而喺2017年，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調查咗全球54萬個15歲嘅中學生，結果顯示喺72個國家同地區入邊，香港校園欺凌問題係最嚴重。5000個受訪香港學生，有32.3%嘅人表示曾經被欺凌，高過台灣同美國3倍至1倍。韓國呢個跟隨校園霸凌綜合對策，會唔會值得香港參考嚟減少校園欺凌嘅問題呢？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大家又點睇呢件事？歡迎留言講下。鍾意條片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 繼續支持 Channel V 出更多嘅片啦。Channel V 會員計劃正式啟動。Channel V 開台以嚟承蒙厚愛，多謝大家一路支持。經歷種種風雨，環境雖然充滿挑戰，不過同各位一齊行，相信我哋一定可以做到堅持報道，以民為先。好多朋友問點樣可以實質支持，今日我就話俾你知 ，Channel V 會員計劃正式啟動，4種不同計劃任君選擇，當然仲可以請我哋飲杯咖啡添。詳情可以登入呢個連結。一切事情得來不易，感激有你同途並肩。Channel V 有你哋，我哋先可以行得更遠。記得登入連結，多謝各界支持。